大家晚上我是许明，谢谢你们来听我唱歌，还是你们是路过的？啊，特地的，好，等一下我有啥费事给你们。今天是我办了一个，也是很高兴，很多人帮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。这个是一个海边的孩子巡回演唱会的，回馈乡亲场。因为我本身是来住台东，我是都兰部落的小孩子。都兰部落是一个靠海的部落，有机会你们做顶东客运，记得做海线哦，才会到都兰。做山线。你会发觉沿途都是黑黑的，海线都是白的。因为这边台东顶东可以有3条线哦，往北走海边是阿美族，然后纵谷线里面阿美族加一点点卑南，加一点点布农，加一点点客家。往南走会碰到就是那个大武，就是排湾族的。总共有3，你们是这样来的吗？还是你们是从国外回来的？太地了啊！海边的孩子是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承诺，就是我想要办演唱会，然后演唱会的收入全部作为我们部落青少年的教育基金。不是我们部落的小朋友不会读书哦，也会读书，但是做的这个教育是为了要把传统的技能，可以活用在他们身上。对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承诺，我都可以当兵2年奉献给国家，缴税给国家，我应该也可以奉献几场演唱会给我自己的族群。对。然后我对我自己的族群我是义务役的，我们也欢迎志愿役的一些，有没有来投入原住民？是原住民文化活动的有没有？好啊，然后海边孩子其实办了很久了。今年应该是迈上第4年了吧，第5年我忘记了，就是前面的名字都一直换啊，因为怕大家不知道，一直换曾经有叫做什么为部落青年而唱，类似这么文艺复兴的歌。然后海边的孩子是比较轻松的，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，第一次跟台湾好基金会一起合作，也感谢台湾好基金会给我这样的机会。今天董事长有来，有吗？挥挥手啊，董事长，谢谢董事长。我们这边有乐捐箱，很快把人家勾出来了。没有，他们真的很帮忙，因为那时候我默默无名啊，现在也是啊。但是那时候有一个心愿，想要办这样的巡回演唱会，然后台湾好基金会是第一个伸出援手，然后跟我一起合作的。然后还有今天有这么好的场地，也要感谢铁花村的村长在吗？谢谢，还有杰乐，那么好，他们真的撑很久都没有倒闭。包括你们今天来，你们是低消又没有付演唱会的门票钱呢，然后你不觉得应该要感谢他们有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所？当然，我今天也会带，因为都兰就在台东嘛，然后我也特别带我们部落的青少年几个样品啦，大家来参考一下。就是这几年带了这样的教育训练，就是我用演唱会的方式筹募了基金，然后把这个基金带回去部落，在暑假这段时间办传统技能的一个学习的营队。好，那我们欢迎我们都兰部落的青少年。